家好，我是刘卓丽，欢迎收看小型的迄一天。好了。大家讲下，阮节目叫什么名？搁较大声。对，就是修成迄一天。啊，我若修成，其实有两个意思哦。第一个意思啊，就是采收农作物的意思。啊，那第二种意思咧，就是无一定是实质上的修成，有可能是任何形式的修成，可能是学术上的修成啊，也是心理上的修成，这嘛拢是算一种修成哦。今仔日要来识一寡无共的，我要来去挑战早顿点行，做来去看卖敢有当成功。我已经足久无来踅菜市啊。为什么？你就哭。清早爬袂起来。我想要困，阿母就拍我。来学开哦。嗯。啊，你是拢会，逐工拢会去迄个甲阿母斗相共无？无，爱去学校。啊，拜六礼拜咧？爱去阿母的店斗相共。哦，拜六礼拜爱斗相共。嗯。啊，像要买青花，还有青花。啊，你要买几蕊？2蕊。头家，这青花安怎卖？2粒70。啊，要哪拣？我毋捌见过青花。这块，多一个较水。啊，这个咧？嘿。卡条的啊。爆米香爆！有啊，我嘛是用惊到。2粒。好，谢谢。是要食金针？你爱买哦？哈，你是要食金针？你拄仔是老讲你要食金针？头家，一个金针。要偌济4条吧。？4条。啊，4条要帮我啥条？你1条。你1条。我1条。阿母1条。阿兄。阿兄1条。安尼偌济？32块。赶紧买，咱就时间很好磨费，会当去烧一个食物件，食较等下做工课。好。呀。2个吧。2个。好。摕一个保鲜杯啊，2百啦。哦，2百。那头壳拿好，搁送咱肠啊。我好花爱肠啊。咱减买一项，咱就甲买肠仔的钱，摕去食物件。直直行，继续就直直行。是啊。这真正有路。有啊，你看。你嘛先等我一下。足香的，足香的，足香的，规拢是迄个食物件的味。我无食过这。这是啥？我无食过。足香的咧，然后规巴肚咬开，透早袂食饭的。你来这片啦，你来这片，你来这片。你有片来羊肉味无？足香的。买一个鸡饼。啊，你进去先。好，谢谢。看安尼大包小包。你爱食啥物？你拢食啥？面线甲汤。安尼两食共款。来，多谢。你看。这是要醞羊肉的。是啊。是安尼食的哦。我介意安尼食，我感觉安尼食最好食。我嘛要试一个。我阿妈安尼食过面线，我伊个豆油流啊甜甜。像我厝的
无共款。系啊，敢若咸咸。是啊，啊，毋过这间店伫遮内底，你哪知影这间？阿母甲我讲的。阿母带你来过，是啊，咱来先食这等好，不然我再来。无体力。即马咱来补充体力。遮有燕菜这，是头家送的。葱仔是头家送的。你讲凹的吼，无，头家可能看阮一个烟豆一个水啦。安尼有影啦，有影啦，新妈妈，新妈妈，摕去后壁边，摕去后壁边去，后壁摕去外口摕去摆哦。就当的啦。就安尼。平常时拢是伫早顿店门口咧买早顿，今仔头一摆要做早顿。系啊，平常时拢食尔。哎，俊哥，你无该戴口罩哟？啊，个一年去戴口罩紧嘞，两个，哎，开店。老主人，水还没关。啊，主任，这吼葱头吼是放伫外口，毋是放伫冰箱。你个头头家变去啊！啊，你葱头无人放冰箱的。啊，这个看起平常时都无咧做代志的，我的口罩咧，可能拢出一支喙尔哦。我看卖我的口罩咧，无去啊，无要紧。你叫啥物名？我叫第一名。啊，老亲戚。伊拢会帮我摕物件，是足好的阿兄，毋过伊拢送伊女朋友巧克力，拢无送我，互我巧克力。我有啥物我好爱互你？你无互我，我就甲阿母讲哦。阿母知影。哼，拜拜。皮伫下骹。对，配的差。哦。啊，你整下皮较会脆脆。就啊，这偌久爱迄个？偌久爱点？你爱看，就看好无？我用会皮吃啊。我会惊，我会拖一条。安尼会使安尼哦。咱来我看咧。妈妈来验收。这吼，这还袂熟。啊，袂熟哦，诶。还袂熟，啊，毋过食收吃，你火爱较细，吼，啊，搁有伊煎一下，这想要砸啦！啊，爱互伊熟，佫袂当伤赤。是啊。无这功夫叫你学伊啊。这是我阿母老厝味。你好，今年几岁？永远的28岁，伊是足好的阿母，会煮足侪好食的物件，会使煮互我食无？会啊。你要食啥物？我随用。我爱食你煮的面。哦，随来。拜拜。我加持了哎，多棒啊！你看我是对的。上困难啊！等一下，你给我写 D。你讲我是 D。1号的吼。1号，6号。 6号了，啊，甲老主任斗用。好。你嘛讲有2饼。看卖哦。嘿对，要加价是要外带？我炸照。好，炸照。遮，摆啊，摆伫后壁。好。对吼。一个饭2个面，4周薯条，伊讲伊遐有一个安尼。啊，你今仔来做啥？奶茶。你鲜奶茶，伊是牛奶的。我爱。好，你无咧看？姜。我知。这敢若正常。你这足紧张诶！你想要看？看伊的茶有。弄够啊无？是啊。你来看4号啊？有无？有啊，拢有。放内底。好啊。所以平时的工课拢是伫遮替人去点啊送啊做量的。啊，遐是帮阿帮阿母。
哎，你这块较轻松的款哦。不啦不啦，你这块是你家己拣的，还是妈妈分配？因为阿母弄，啊，阿母分的，阿母家己伫遮，我介意。所以家己家这轻松的较占掉的吼。哦，恁三个即摆会使传恁等下要食啥物物件？即摆当食哦即摆使食，即摆让讲。 QK 的时间，哎你要讲啥？鸡块，好像你要吃顿饭吗？我要煎两饼， 300。嘿。啊，你这顿饭是阿母甲你教，还是你家己？阿母甲我教，哦，你这酷势看起来足厉害的。我厉害吼。啊，你是一开始就才熟手哟？无，啊无咧，无一开始有一点无好食。无好食。是啊。啊，你煮的无好食，安尼啥物食？硬着头皮改，因为吃到。哎，我变诶，无可能，这无可能是你弄的。真正的啦你想要吃薯条无？冰啊，安尼。你想要吃薯圈圈。安尼吼。小圈圈啊，然后冰起来靠满安尼。吃。对。啊，你煮的敢好食？好吃。我食看卖。真正袂歹食。啊，无你甲你看卖，你甲评论一下。有诶。对无？袂歹啊。看袂出。路顶的有味有够。哦，敢若底豆油啊你。你是导游。我唔是做。老主任爱老主任讲哈，伊爱食导游啊。爱食豆油。是啊。我比较白。无咱两个比。哼，你个都无够的啦。你较白啊，我较黑啊，你个无够黑的啦。导游。你当叫我导游哥哥。导游。导游哥哥。导游哥。哥啊。爱去票呀。我真了。我们就转票。哎，囡仔的啦。你啊？哎，你安尼用发迄落补票，我甲你讲哦。干啥？等下，阿妈咧种啥？阿妈进白啦。啊，你通收哟？喂，要收啊。啊，你甲阿妈感情敢好？好啊，我是阿嬷带的大汉。你阿妈臭大汉诶，啊，所以恁拢甲阿妈感情都好诶。阿嬷拢会要互我布丁食。啊，阿兄无啊？你无布丁？我最爱坐火车，坐火车会当看沿路的风景。沿路的风景无好看。你开车？无共啊，开车甲坐火车是两种无共款的，坐车甲坐火车是两种无共款的感觉。因为坐车就是凊彩看你要驶迄地嘛，啊，就会当凊彩驶。啊，毋过坐火车有时阵是一种思念的感觉，就是你定定为遮到另外一个所在。啊，你即摆坐是安尼，另外一摆坐，搁后一摆，啊，若是搁足久以后搁坐共款即条线，你会当想起你做囡仔的时阵，哦，我就像你即马为婚姻坐火车登去丽水找阿嬷，你若大汉搁安尼坐，你就会感觉啊，这就是我囡仔时的记忆。像我即马伫台中读册，啊，所以我若大概要坐迄个坐车登去到高雄，因为我是高雄人，我要坐车登去高雄，啊，我嘛是拢会沿路咧看风景。快到了，有龙2水，请注意，因为到了。阿妈，你伫倒位？要哥，你来啊？
我呀？这是我阿嬷，阿嬷你叫啥物名？我姓杨啊，你是几个呀？我细汉的时阵，拢是阿嬷带我大汉的。那阿嬷忙办巴拉，甲阿嬷斗板。我转来的时阵，阿嬷拢会煮足侪好食的物件，互我食。阿嬷，我爱你，啾咪。爱你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嘿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哦，这脚乌，这鞋乌呀啊。是啊。啊，讲昨暝抽水啦，甲淡淡啦。啊，今仔日休困呀。是啊。安尼啊，哦，遐乖吼。啊，你厝敢有甲妈妈斗用有无？有啊。哎呀，较乖咧吼。好啊。Thank you。好了，乖呀无？会妈乖，会无？会啊。啊，遐有迄他妈多。会使食无？会啊，好行，安尼行，遮水了，安尼行。够有遮济。卡马豆。他妈多。哟哟。好了，哎呀，食，阿妈摕，阿妈摕。他妈都要回家。这干嘛要？这敢会当食？他妈都。阿嬷讲会使这食。野生的啊，也行啊，四粒啊，四粒也行啊。一只只。这有足济。对吧？这较嫩较酸，甲一般菜市仔咧卖迄拢无共款。无讲啊，这也行的啦。哦，就你慢仔食。你妈在你要食伊啦？来蒸啊个，来蒸。紧的啦，万个板啊，伤济啊啦。阿妈，我甲你蒸。哦。阿妈，你甲恁祖孙感情看起做好的咧。伊哦，真聪明啦，啊吼，脚手真紧啦，啊真捌代志。我若咧生气，阿妈莫生气啦，就安尼讲，真够有耐。嗯，迄个，啊啦，真酸呀。伊食着做酸的。啊，食较红的啦，食较红的就较袂酸。好阿母食。啊，那你等下较叫阿母食。你是讲的第一口。后壁迄只伫树仔顶跳伫遐啊，青色迄只鸟啊，迄只是啥？长尾山牛，哦，安尼个做讲一个，迄只动物叫做长尾山牛。老主任啊，你看后壁伫树仔顶倒头仔迄只动物是啥？高山啊。啊，高山啊，安尼个做讲一个，迄只动物叫做高山啊。老主任，你后壁迄只安尼食物件唱碟唱那吹泡泡，真正是啥？碰气。哎，那个做讲一个，这只叫做碰气。天哥啦，这条最大条，敢若是碰气咧食的物件呢。啊，这条叫做啥？辣子，哦，哎，那个做讲一个，这条叫做辣子。安尼大家学会晓袂？加水很好玩，变成水球。这看我就大了诶。无大，顶个黏开。哎呦，啊，恁哥哥来啦！去加水啊！我破起啊！老天家你做在加水。泡排球，杀球。加了饺子。哎，你拔起来敢袂伤大个？来啊！喂！那我们就以狼起干。你白跑啊！
老主人忙个抽啊，紧嘞，我先紧嘞，抽了。你来行，行，紧嘞啦！阿猫甲你斗旁，谢谢。我去倒啥工？加油！旁出来啊！你靠要斗啥工？中。你莫个算啊，老主人。刚才老主人因母啊，阿母啊，老主人一直在算啊。拍卡村啊。够有无？我唔知呀。哎呦！哦，洗头靠。哦。哎，你早。阿妈，你是逐工食只青草哟？无啦，做孙仔转来，我就煮较济咧安尼，煮较迄落也无，咱一礼拜转来一摆尔。这两个你的金柑仔糖哦。阿嬷上跳啊，无阿妈较少啊，有啊。恁食个，家己饲的鸡仔生，两哦。家己。好鸡仔卵敢三只粒仔尔。阿妈啊，一年囡仔有啥物代志拢会晓做的款？啊，就人讲囡仔吼，爱忙做，后摆大汉较出外吼，较袂食苦，较会挡会调啦，所以爱忙练啦。我咱看恁妈孙仔感情遐好，安尼恁的感情拢袂断哦。袂啊，就转来这两个孙仔啊，对了，安尼拢安尼阿嬷长阿嬷短。爱念阿嬷呐，阿嬷对因伤好啊。安尼恁两个孙吼，拢会当互你做者快乐的吼。嘿啊，拢真捌代志啊。我厉害，较早阿嬷厉害。我厉害。阿嬷高生是恁妈妈，啊妈妈高生是恁两个，所以恁一家伙的感情才会都遐尼好。对。对吧？嘿。讲一句我有改。对啊嘛，爱讲阿嬷高生妈妈。我感觉因规家伙啊，到阿嬷妈孙啊，也是因甲阿姨甲妈妈因中央之间的情感连接，我感觉就是因为因拢有互相拢有咧甲对方斗相共，因为做工课，所以就定定有真侪时间通好相处。其实为因的身躯顶，互我了解到，爱这件代志无一定爱为嘴讲出来，其实用你的行动、用你的行为，嘛会当互对方来去了解。我嘛爱去爱我身躯边每一个人，互因来感受到我的爱。我关啦，我是新书，这当个互我来就好。早起的头被叫他吃。好食哩。从虾米？哦，袂歹，功夫有进步。对，小囡仔。老主人，你的骹手哪只咩？是安那咧？哎，哪济啊？阿妈教的啊。阿妈，你动作伤紧啊，阮约也会着。逐礼拜拢有带因转来，甲阿嬷在做伙食饭安尼。真正爱珍惜。真诶。啊，这阮查囝嘛够教这囡仔，迄落转来就阿嬷长阿嬷短安尼。